我哋嘅項目叫做中醫與你，係一個旨在幫助中醫診症嘅智能系統。中醫喺改善生活品質同埋緩解痛楚方面都有好大嘅潛力。佢專注喺揾出健康問題嘅根本原因，而唔係淨係專注於處理症狀。呢一種比較整體嘅治療方法，可以提供比較個性化嘅方案，支持長期嘅健康。不過，隨住知名度嘅下降，香港嘅中醫文化正面臨住一啲嘅挑戰。好多人會認為傳統中醫過於依賴中醫本身嘅個人經驗，而且診症嘅過程都比較主觀，所以會令進行大型嘅研究比較困難，因而引發咗好多對中醫嘅有效性嘅質疑。我哋嘅計劃係建立一個症狀視覺分級系統，佢係一個俾中醫嘅工具，可以幫助患者透過觀察舌頭去診斷健康嘅問題。舌頭嘅唔同症狀，例如顏色同埋形狀，可以提供健康情況嘅線索。而我哋亦都會建立一個資料庫，將唔同嘅症狀程度分為唔同嘅等級。例如輕微嘅紅腫情況會係1級，而比較嚴重嘅情況就會係3級。咁樣就可以幫助中醫作出一個更加客觀嘅診斷。所以究竟係點樣用我哋個 app 呢？用戶可以先喺相冊入邊揀出自己條脷嘅相，並且上傳到 app 入邊。喺佢 loading 嗰幾秒 ，app 會將圖像進行視覺嘅分級，同我哋 database 入邊嘅圖像去進行比較，然後輸出結果同一啲後續嘅問題。而一啲後續嘅問題就例如情緒是否煩躁或者焦慮等等。喺視覺分級方面，我哋會利用卷積神經網絡去提取特徵、辨識邊緣同埋形狀，之後進行圖案同埋顏色分析，最後將特徵去輸入分類器去進行物件識別。影像會轉換成為二進位數字，而 AI 會透過分析呢啲數值去進行視覺嘅分級。同時，用戶亦都可以即時拍攝條脷嘅相，並且上傳到應用程式入邊，而後面嘅流程亦都同啱啱嘅一致。值得留意嘅係，我哋嘅輸出結果係以作參考，令治療師根據等級、問題同埋可能嘅診斷，通過同患者嘅溝通，得出最終嘅診斷。就如熒幕所示，我哋嘅應用程式一共分為4個部分，分別為主頁、智能舌頭分析、中醫舌頭診斷知識同埋計劃嘅背景。智能舌頭分析就好似啱啱所顯示，亦都係我哋應用程式嘅主要目的同埋功能。但同時，我亦都喺中醫舌頭診斷知識欄目入邊去講解一啲中醫嘅知識，分別為舌象嘅5行辨證、舌診4步法同埋舌象嘅4把鎖匙。撳入去每一個主題入邊，就可以閱讀更加多嘅相關知識，令用戶去了解更加多嘅中醫知識。而最後，我哋嘅計劃背景亦都會喺應用程式入邊展示，裡面涵蓋嘅大概就係我哋啱啱頭先所講嘅。我哋希望呢個應用程式可以幫到用戶更加了解自己嘅健康狀況，同埋促進中醫嘅普及。